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位於大埔天鑽嘅9座高層 X 室，佢一個兩房開廚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57尺。我哋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玄關位，咁正前方就係單位嘅客飯廳。飯廳旁邊會有一個呈 L 字形設計嘅開放式廚房，設有明火爐頭。之後同大家經過客廳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可以望到綠油油嘅山景，而正前方就係另一個屋苑迎風翠地。咁再行上少少就會係龍城堡。因為另外兩個屋苑都係低密度，所以其實車路平時都唔會話非常繁忙。我哋嚟到走廊嘅位置，可以通往兩間睡房同埋浴室。嚟到右手邊嘅第一間睡房，間隔四正，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，同樣都係外望非常開揚嘅山景。而左手邊就係浴室嘅位置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浴缸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外接一個工作平台。如果大家對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，多謝收睇。